喺2025年5月12號，英國政府出咗一份叫做《恢復對移民制度嘅控制》嘅白皮書，主要係講佢哋打算點樣收緊移民政策，令到搬去英國定居冇咁容易，希望藉住咁樣減少淨移民人數。要留意，白皮書唔係法律，唔會即刻改變移民規例，只係話俾大家聽政府將來打算點樣改。所以而家仲未有齊所有細節，啲新措施幾時實施都未定。白皮書入面有啲比較具體嘅建議，有8項係講得好詳細，甚至政府官員都估計咗每項可能點樣影響到移民數字。第一，佢哋會縮短嗰張可以請海外員工嘅技術工種清單，即係話啲屬於中等技術嘅工種，如果唔係特別豁免，就唔可以再由海外請人，要靠本地人填補。第二，會取消而家社福護理工種可以請外勞嗰個豁免，之後僱主就唔可以再由海外請社福人手。第三，政府話想研究對大學收國際學生學費嗰部分收入收一個附加費。第四，就係會對大學申請學生簽證擔保資格加強規管，令佢哋難啲保住資格。第五，會將畢業生簽證由原本畢業後可以留喺英國2年，縮短成18個月。第六，加強英文要求，包括語文測試要達到更高水平，而跟配偶嚟英國嘅人，如果想攞依附簽證，都要識基本英文。第七，永久居留，即係所謂定居或者無限期居留，等候時間由5年變10年。不過有啲人做出某啲貢獻可以早啲攞到，點樣計積分就仲未講清楚，會遲啲做公眾諮詢。第八，就係會放寬一啲高技能簽證，例如全球人才簽證或者高潛力計劃簽證，方便啲人過嚟。呢一項係唯一一項會增加移民嘅措施。大部分政策只需要改移民規例就得，唔使經國會投票。不過例如向國際學生徵附加費，就要立法通過。除咗上面嗰8項之外，白皮書仲提到其他議題，例如設立一個勞動市場數據小組，改家庭簽證，討論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同埋遣返外籍罪犯等等。至於幾時實施，暫時未有確實日期。政府話喺今屆國會內會陸續推行，即係話由而家到2029年之間，但有啲可能幾個星期內就會開始。最多人關注就係永久居留要等10年嗰條新例。白皮書話今年內會有公眾諮詢，所以唔會即刻實施。佢哋建議將標準等候期由5年拉長到10年。不過對於啲對英國有貢獻嘅人，會有機會提早攞到定居身份，會根據一套積分制度，具體點樣計積分，幾耐可以攞，就等諮詢先會知。結婚簽證，配偶係英國公民嘅，仲可以照5年申請定居。受家庭暴力影響嘅人都唔會受新政策影響。有啲移民律師估，拉長等候期主要係針對工作簽證嗰啲人。至於其他原本5年可以定居嘅簽證，例如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，即係 BNO， 政府仲未講明有冇受影響。有國會議員問政府，啲已經喺英國，而家用緊相關簽證嘅人，會唔會都要等10年先攞到定居？政府而家未確認，話會喺之後公眾諮詢中處理。內政大臣葉潔貞喺5月12號白皮書發表會上講，政府希望盡快修訂定居政策，而且希望改得範圍夠廣，但會就細節先做諮詢，俾大家表達意見。白皮書技術附錄有提到，政府估計有啲人因為要等耐咗先可以攞定居，可能會選擇離開英國。BBC 同金融時報都有報道，政府內部消息話，改例係會影響到已經喺英國嗰班人，但可能會對接近合資格定居嗰啲人做一啲補償措施。最後，大家會問，咁國會會唔會投票通過呢啲改動？答案係絕大部分唔使。改移民規則通常係出聲明就得，如果議會40日內冇人提出反對並成功通過，就會自動生效。2024年嗰次大改移民政策，國會都冇正式投票，最多只係有啲冇法律約束力嘅辯論。不過，如果係涉及徵附加費或者改公民身份條例，就一定要立法，要經國會審議通過先得。